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历高贵采购公司台记台下暗新闻。咱先做伙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卫福部今日公布美国猪的油脂正肉种的标准，定的是比国际也更加严格。对明年开始，供完订定的猪肉产品拢要标示产地。今日台湾新增加2个经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一个是菲律宾籍的移工，另外一个是对印尼返来台湾的台湾人。热人是看热气球的好时机，即马台中石冈也要打造热气球的观光经济。头起先，咱先做伙来关心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召开记者会，说明开放美国牛和美国猪的标准，其中猪的腹内油脂这部分比温存的莱克多巴胺标准是袂当超过0.04 ppm， 这是比国际中的标准也更加严格。政府放令进口美国猪肉甲牛肉，其中猪肉各部位的莱克多巴胺进磅的量甲标准，大家拢真关心。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身说明，猪的筋肉、胃、肠、心脏等等会当食的部位，拢是0.01 ppm， 若肝甲油脂是0.04 ppm。油脂的标准是比国际标准要更加严格。大部分的国家都高于0.09了哈，高于等于0.09，那我们定0.04。那这是特别考虑到。坐月子的时候，那我们国人的饮食的习惯 ，ADI 上面就变成是61%，从89%降到61%。甲猪肝甲油脂烫过了后，落去炒。女性做月来的时阵，先在食到猪肝甲油脂，一概就是半副至1副的量。因为安尼，进口美国猪肉放凉了后，敢会造成食到莱克多巴胺的量超磅的问题，嘛引起大家的关心。坐月子的产妇呢，她的身体的脆弱程度是比一般人脆弱12倍以上的，还是吃新鲜的猪肝跟腰子会比较好一点。内脏除了毒性会比较高之外，然后再来呢，它是用冷冻的，它就会纤维化，它毛细孔会变大，然后吃起来煮起来根本就不能吃。做月来机构建议讲，猪肝甲油脂要是爱食青的较好。若美国牛肉，卫福部表示，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开放进口年龄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若原本袂当进口的头壳骨、脑、目睭等等高风险的产品，是依其原本的规定。若农委会进行预告的动物用禁药修正法案，要引起大家质疑。另外，敢是要开放台湾的饲料使用莱克多巴胺？诸位，大家中国一概强调讲，国内未核准使用莱克多巴胺。目前相关的公告，按说会伫初7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到底美国猪的腹内含各部位比温存会当残留正肉种，也就是莱克多巴胺的量通到偌济呢？卫福部今日提出草案，定出上限。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强调，莱克多巴胺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未来伊会要求猪肉的产业对进口加工到线卖，拢着爱甲产地标示好清楚，伊会严格抽查。那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讲，消费者会当甲心头抓好定，卖买进口的猪肉来抵制进口商。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明年新历1月7日开放进口来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伫初5公布美国猪肉莱克多巴胺含量的标准。南口中间病院临床动物中心主任提醒讲，亲像是脑中风、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患者，若食过量，就会增加心脏血管疾病风险。家里有幼儿18个月以下，当然说你也不要吃，或者说家里说有一些怀孕的妇女，因为怀孕妇女肚子里面还有个宝宝，还是个胎儿，也算是敏感族群，那些也都不要吃了。有医师指出，卫福部定出猪肉莱克多巴胺的量，对高敏感族群来讲，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政府应该对高敏感的族群另外做一个风险的评估。若中央定出检验的标准，要安怎执行才是关键。针对这点，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莱克多巴胺是严肃的健康问题，未来伊会落实产地标示，甲严格的抽查机制，希望中央甲地方做伙面对。我们应该从源头管理上把它落实管理好，然后在整个下游，我们很清楚的去做好把关的机制，这中间的抽样机制一定不能有所疏忽。台南市长黄伟哲讲，会配合加强稽查，嘛呼吁消费者会当抵制卖买，互进口美国猪肉腹内的量减少。一方面尊重中央，那一方面也要希望说我们消费者要用嘴投票。什么叫用嘴投票？就是反正进口的这个猪肉或者猪内脏，我们通通不用。绝对不会怕进口啊！当然，只要有进口的话，我们这边很少会购买
进口的啦。冰冻过再退冰的话，就很难吃了啦。针对进口北来的议题，屏东县市地协会理事长讲，伊并未烦恼，因为台湾人较无爱食冷冻的北来，敢若有大肠甲小肠，比较较会囥伫的部位，才会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宣布，对明年开始，只要有卖猪肉的所在，包括大卖场、菜市啊、餐厅，抑个路边摊等等，拢着爱注明猪肉的产地。就连济人拢爱食的卤肉饭、贡丸汤，这店头家也着爱甲这猪肉对倒位来写好详细。即马这项规定对新竹卖贡丸的产业来讲，因大多数的人是拢赞成，不过也是有人烦恼讲，开放美国入来，生意会受到影响。甲桌顶的猪肉讲咧，再搁用手捏出一粒一粒的贡丸。卫福部长陈时中初5早起宣布，为明年新历1月初1开始，任何有猪肉的食品拢爱标示产地，包括卤肉饭、贡丸汤嘛爱标示。其中全台湾供应贡丸上侪地区新竹，大部分卖贡丸的业者拢表示赞成。因为我们正宗的七株贡丸虽然都是用本土肉制作，但是美猪开放之后呢，但也会担心说民众啊，对于说贡丸使用的一个猪肉的来源啊。就是进口的还是说本土的，然后这个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销售。就算没有这个标示，我们会要求，就是政府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对，因为这样子才可以清楚的标示，然后区别不同的引用哪边的猪肉，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去选择，这是很重要的。来到新竹的城隍庙口，加油店内底的肉丸加咧，内底的红糟猪肉，还有边仔的贡丸汤，互人看落是巴肚叽咕叫。民众表示，未来伫买物件食的时阵，一定拢会注意猪肉的来源。台湾的猪肉也吃起来比较有甜味啦，比较安心。因为我们台湾所谓的养猪场都很有信心啦，我是认为是台湾最好。我未来在买东西的话，可能我会注意看有没有标示这样子，对啊，比较安心。对，比较安心。台湾目前本土的猪肉批发的价格是1公斤100至110块。当价格较低有来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入来的时阵，做食的业者若是选择降低成本，互消费者失去信心，恐惊相关猪肉的餐饮业者拢会受到袂少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疫情。今日咱台湾新增加2个对境外刷入来的确诊病例，一个是菲律宾一个移工，另外一个是台湾的女性，伊是对印尼登来台湾了后确诊治病。另外，嘉利公司拿到有印 carry mask 这种中国製的喙罨，就业中心原底是讲民众会当去4大超商含全全联、康士美换货，即马是搁改讲，简单会当伫咧健保特约的药局或者是卫生局，才会使换到喙罨。国内阁增加2个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伫初5日头说明，按491是菲律宾移工，初3入境时阵无症状，到机场了后采检送集中检疫所。确诊了后，共班机9位旅客列居家隔离对象。按492是本国籍的女性，6个去印尼工作，初4转来进前就已经有拍卡像流鼻水加鼻无鼻的症状。入境后，他有主动告知这个症状，包括一位在同行返国的同事1人，还有同班机前后2排的座位的旅客2人，所以这3人列为这个居家隔离对象。喙罨国家队的嘉利科技涉嫌输入中国喙罨，含伫咧10名侪喙罨内面。疫情指挥中心本来公布4大超商加全联等通路拢会当替换，即马是改做只个人伫健保的特约药房加卫生所换。最是第一天换时阵，总共回收超过53万片，其中新北49万7千多片，占92%上多。另外，宜兰甲台北嘛有。未来在这一次换货所耗费，就是去换掉的那个新口罩的，以及药师服务费用，我们会循法律途径来向嘉利公司进行求偿。团讲有另外一间业者要揽中国喙罨，指挥中心讲检调已经介入。行政调查会伫咧2礼拜内有结果，因为以后喙罨买每片拢有标示的规划，指挥中心正伫咧研究，讲全台湾351台喙罨机，印尼的莲娜娜全部拢换，差不多爱1个月。记者综合报道。
针对嘉义科技这案，检调单位即阵伫咧因设伫咧新北市北地区的工厂，敲到70多万的中国制，唔是医疗用的喙罨，也阁有800多万的新台票。根据了解，嘉义科技公司负责人林明进伫咧今日复审了后，伊全部认罪，落尾检察官是裁定以350万交保。涉嫌甲中国制作的非医疗用喙罨揽伫咧台湾生命剂喙罨市场卖的嘉义科技负责人林明正，经过检调贴面的精神，最后透早交保了2便去北地的工厂，对案件的态度甲进前无同，正低调回应讲无委屈，也讲会开始接受民众的体会，就赶紧离开。今天可以开始退货了哈，请各位放心，各位放心，退货的部分我们不会耽误到各位，我们一定会全权负责哈。为了要侦办嘉义科技罪案案件，崔世涵检调去嘉义伫咧北地的工厂仓库顶上的所在，早早6点钟查扣75万片中国非医疗用喙罨，一个新台票800多万的现金。林明正最后透早被移送树林地检署复审，伊伫侦查庭全部认罪，最后检方裁定交保。被告林明进则涉嫌为诈欺等罪嫌呐，那因犯罪嫌疑重大。那目前研判尚无羁押之必要预知拒保新台币350万元。虽然国家队名声拍歹，经济部长王美花讲，随时已经派人去所有接受征约的厂商了解状况。其实大家也都做得很好，但是为了让大家放心，所以我们还是在到国家队每一家公平起见，我们每一家都再去看一遍。那我们的了解是其实这个是嘉义是非常少数的个案啦。对外界质疑政府的防备机制相慢，王美花解释讲，家己伫3月自中国进口有 MIT 计标签的喙罨时阵，海关是当场查到，不过因为无禁止非医疗用的喙罨进口，所以最近的调查国部会研究更加严格进口喙罨流向管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讲中国最近不断伫咧太平洋拓展军事势力。咱的友邦普劳总统瑞文绍，伊最近受下批互美国的国防部长邀请美国伫咧普劳设联合基地。学者即摆就分析讲，普劳总统安尼先做，对美国强化太平洋第2岛链的防卫能力有正面的效果。中国最近一直伫咧太平洋扩张势力，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顶礼拜去咱国友邦帛琉访问，批评中国的行动破坏地区的稳定甲和平。帛琉总统雷蒙解说，伫尾亚是相配邀请美军伫帛琉建设联合军事基地，定期使用。回来虽然无点名中国，不过讲破坏区域稳定的人想要利用帛琉，因为疫情陷入经济危机，找机会。早期是由美国来托管，然后独立出来的，可是就是说在国防上还是这个依靠美国。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用帛琉其实有点要取代菲律宾，美国觉得杜特地可能是个不太可靠的这个伙伴。学者分析，美国若是伫咧帛琉设军事基地，会强化西太平洋第2岛链的防卫。未来会当抵抗中国伫咧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因为帛琉是咱邦交国，甲美军的交流机会可能会当增加。另外，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讲，伫干涉美国总统大选的外国国家内面，中国规模上大、上积极。And we've made it a red line. We've made it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o the Russians, to the Iranians, and others that haven't been publicly disclosed. That anyone who tries to anyone that attempts to interfere with American elections will face extraordinary consequences. 欧布莱恩讲，甲中国的交往方式可能是过去40年来美国外交政策上大的失败。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愈来愈严重。自中国最近对香港的做法，对台湾的霸凌，会当看到中国的恶行。伊相信美国的盟友会得到美国的卡步，就亲像俄州甲华为共款，真侪国家即马离中国愈来愈远。北京对中国的发言，也是这边大选的联盟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美国，在美国纽约州 Rochester 当地时间9月初4暗时爆发街头示威，抗议非洲的查甫 Proud， 敢若是因为去互警察执法过度，全无命。非洲的 Rochester 市长 Warren 即马是认定讲，这案有种族歧视，已经甲7个警察拢停职。那即马有挺警察权益的团体，就替执法的警察讲话，讲因伫咧迄天执法的时，拢是照标准的作业流程。The Rochester Police Department has declared this an unlawful assembly.
约州西部罗彻斯特市拜五暗时有100外个示威者去街路，要替今年41岁非裔的男性普鲁德讨公道。警方用广播警警告无效，所以用催泪瓦斯将驱离。We demand that our state attorney general Letitia James convene a grand jury now, not 6 months from now, not 5 weeks from now, but now. 伫非裔罗彻斯特市长华伦，把这件代志定做种族歧视的行为了后，而且把7个警察停职，展开调查。罗彻斯特市专门依附警察出勤权益的团体出面消停，因表示，这些警察拢是照标准作业流程来执法。It's used in a case in a situation where an individual is spitting.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 to go off script, say, and to do different things. They have to follow exactly the way they're trained. 根据法医的报告，普鲁德死亡的原因是受到外口约束的力量，所以未喘气引起并发症。不过，由外号做天使定的违法药啊，引起急性中毒，嘛是致使伊死亡的原因。根据3月份案件发生的时阵，掠到伊的影片，普鲁德跪伫涂骹，双手扣手铐，规分尸躺北体。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普鲁德甲警方讲伊有新冠病毒，警方随甲伊挂面罩。画面嘛显示，普鲁德去用压伫的涂骹，过程当中是愈来愈激动，无偌久就失去意识。警方随甲伊送病院，不过1礼拜了后不幸来过往。家属表示，警方最近才公开这个画面，这个案件才互大家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电影的消息，当年照到热人，就侪人想要去台东坐热气球。即马台中的石冈也想要对着这个风潮，今年已经申请3个热气球的业者来试办，结果逐场拢有超过5000人来参观。学者就讲，台中就爱加强在地的特色，也爱结合产业，做伙杀观光，安尼这条观光路才会久长。热气球豆豆升起哩，为空中看，下底就是台中石冈山下的景致。若为地面看，热气球气枪把飞起伫空中了后，民众是话讲看起来有够水。为着看热气球，伫咧台中石冈头一届升空，不少民众为半暝就开始伫遐等。下班就冲过来了。为什么要来台中？因为台东的太远了。11点。昨天晚上11点。对。从基隆几点出发？吃完饭出发了。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测试开始，2天分3场，一场开放100个人。用锁啊固定热气球，互民众来体验。因为温度甲气流都要相对稳定，所以选伫透早甲尾仔嘛升空。咱若主办单位石冈区公所估计，一场差不多去运5000人次。观光的效应，伊是感觉真乐观。我们在整个看怎么来做整个计划，我们会再来做后续的检讨。然后如果说明年有机会的话，看如何的把它扩大办理。区长表示，即届先用3个热气球来试看卖，互民众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认捌台中山城。若甲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来比，台中是伫西半部，交通较方便，气流嘛相对较稳定。接落来会演艺扩大举办，若专家是认为讲，应该加强甲在地连接甲特色。你不是第一的话，你可能就要创造出自己的特色啊。那我想来到台中的话，主办单位跟这些合作伙伴就要开始去把这个地方的特色把它结合上来。学者指出，对热气球的观光效应是感觉真乐观，不过应该加强甲台中在地的元素来做连接，还佫有产业的合作，创造属于台中的热气球嘉年华，有家己的特色，吸引在地观光的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东县活水湖，最近因为发生有人渡水，即马县政府是禁止民众一个人落去游水，改办其他水上运动教育的活动，亲像互大人囡仔做伙来体会这国宝船咧游古船的这种趣味，希望推广海洋教育，也互活水湖会当有新的发展。台东县热气球节空中活动的项目刚结束，县府随规划推动利用活水湖的水上活动。由教育处办理海洋运动的推广计划，邀请各校的学生甲家长来学独木舟，练习唔惊水。会不会很难啊？有一点。教练教完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再怕，就是掉下去。当玩水的恐惧、亲水的恐惧降低了，我们再来从事基础的水域运动，就会比较容易入手。台东县活水湖因为外包经营的团队提出，为了水域的安全，今年全部禁止民众家己落耍水。县府讲，活水湖有1.5公里长，
并毋是要摕来做游泳池，会定禁止的措施是要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咱若团体或者是学校提出安全的计划来推动水上活动，县府是会同意。未来还佫会转型甲森林公园来合作发展观光。它是一个滞洪池，它不是一个泳池。那未来是不是针对活水湖，我们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利用？我想我们县府责无旁贷。台东县长姚庆玲找5专工去体验独木舟伫活水湖的安全性。姚庆玲讲，明年会制定活水湖更较详细的利用甲安全的规范，提供水上教育，而且全力推动水上运动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全台湾即阵只有3台会当观测土石流的行动车。今日和明仔，民众只要去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外口，就会使看到其中一台。博物馆是希望讲透过即摆和水土保持局合作，会当让民众更加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天山天气，地准西南风嘅卫星信号。水保局研发第3代全台湾只敢若3台，讲是土石流 SNG 车的土石流观测车，但即马无风台，唔免出任务，到高雄科工馆展示。有卫星，然后还有雨量器和那个摄影机。在今年都还没有台风来的时候，让后面的这个行动式的土石流观测车，它可以来到博物馆，然后让民众看到真实的。土石流观测的仪器怎么运作，跟我们的人员怎么执行，这个机制是怎么运作的？风台内若是有发陆上警报，土石流观测车就会出动，到各站设区边啊就定位，甲卫星天气、摄影机甲尿壶桶也存到6公尺悬，较袂互物件遭到干扰观测。观测员则讲派简单的土石流观测器到国家顶楼的所在，更大色的土壤含水量计，加白色的尿壶桶，佮利用黄色的地声检测器听土石震动的声音，就当通知水保局爱发布什么顶级的境界。平常就看不到这些要怎么样去检测，对，但是这次还蛮特别，有这样的机会去可以看到怎么样去检测土石流，不然通常就只有在新闻看到最后的结果而已。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讲，对这边甲水保局合作，除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台湾观测设备甲土石流有经济济进步，也希望民众能更加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第4届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开幕啊！今年的议题是医疗人权和国际移动。咱同齐来去欣赏各界话，计共14项和人权有关系的影视作品。马拉利亚侵袭非洲大陆几60年，是甲医疗知识药物处理无容易，也是甲历史一个国际政经局势有关系。电影《帝国余孽》讲述医病、社会阶级、国际局势等几个层面互相牵制，是今年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开幕片。它能够让我们在对于这些议题的理解上，有更多在感受上，还有在思考上不同的一个层次。那这是我们希望透过电影可以做到的，那让这些议题的讨论不再只是教条式的一种意识形态。我是好员工，我不会逃跑。对于越南来台湾工作，无想到讲将变做人生的终点站。电影讲入庆记处在自社会真实案件，讲移工可能面临的剥削、劳动保障不平等等现象。移民、移工还有难民的相关议题，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紧张关系，是在讨论 citizenship 跟 human rights。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第4届台湾国际人权雅典开幕，今年除了转型正义以外，也推出医疗人权加国际移动2大专题，希望以国内化14部作品，提供更加多元的角度，让民众更加了解人权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咱台湾北部、中部也有澎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伫咧屏东的恒春半岛、东部也有东南部会落底阵雨。明仔天气如何？咱查乡亲做伙来去看气象资料。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中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4度；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
中部是23度到33度。再来，伫咧金门、澎湖、马祖，温度25度到35度。新闻最后，咱做伙来去英国的新闻园行行看看咧。我是敏珍，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Walking the stairs is also like it's a physical thing, but it's also like a psychological thing. You know, when you feel safe and confident that you can do it, then it's easier when you go home. 做这个急性后期的训练，对病人来讲，长期较有法度真正准备会当家己照顾家己。9月初5拜六暗时7点半，成年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网仔哥哥。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一寡我的网仔亲情，今仔日要讲的是全世界种类上介济的动物——汤拖。这像的。汤拖汉语写作汤拖，罗马字写作特昂糖、特瓦拖。糖第5条，拖第7条。世界上已经发现的糖拖，早就超过100万种啊！因是一种无梁骨、身躯分组头、胸、腹3节，有6支脚、后眼甲一对触角的动物。住伫咱厝内的糖拖，常在会看到的有。1点钟会当飞40公里。是个达秒钟震动300摆的好神，头长去佫会使活1礼拜，上侪人会惊，佫讨厌的加爪。全世界看来上大的汤拖之一，到遐伊会使拖震动比伊的体重佫较重1400倍的物件。做爱食叉头，定伫落雨进前出现的白虾。还佫有会甲人加咱目睭看无啥会到的目屎。咱厝内有饲猫仔、狗仔，爱特别注意的家走。咱认为嘛为着利益，饲一寡汤拖，亲像饲芳会当卖灭；饲淡仔，伊若吐淡仔丝，会当摕来做衫裤、被、保养品等等。淡仔嘛会叫做牛仔。俗语讲救糖唔通救人，这是一句咧怨叹的话，意思是讲人有时会忘恩背义，咧救人较输咧救糖。佫有一句热气仔话讲：好神知眼眼壳，砍头砍面，砍头砍面就是头面拢砍掉咧，看无头前。咧讲人足戆，唔知死我的意思。溜、汤拖、复眼、触角、好神、加爪、狗遐、救糖唔通救人，好神知眼眼壳，砍头砍面。汤拖是真古锥的动物，观察因的生活嘛真趣味。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